再来关心国内消息，咱台票伫咧5月初2、5月初5这2天大起价。今仔日央行总裁杨金龙是去到立法院备询，佮再强调台票起价毋是受到美国施压。针对有人咧炒汇率的行为，央行嘛已经启动金融检查。然后媒体报道，韩国银行行长讲，美国有甲亚洲国家施压，要求货币爱起价这件代志。杨金龙嘛表示讲，这只是翻译的问题。 那边可以讲一下吗？没有。这边是公家正确定，新台币汇率经过2天大升了，大家得注意讲是毋是美国方面施加压力。央行的总裁杨金龙最后开记者会，严格伫咧回答记者问题时阵是国家强要拍干，而且伫过当天，传讲有韩国的媒体报道，韩国银行的行长李昌强讲，美国政府对亚洲国家施加压力，要求货币爱升值，引起大家高度注意。 我要承认我的口才不好，所以有些时候呢，在答询的时候啊，我会结结巴巴。我们5月1号到5月2号到5月5号，我们的新闻稿所叙述的都是真实的。央行总裁杨金龙几多遍强调，央行伫咧5月初所发布的3篇新闻稿，拢总是事实，也讲美国从来无施加压力监管台湾的汇率。 另外，针对韩国媒体文章，杨金龙讲，包括中经院院长连宪明，也个韩国的电视台拢认为，竟然是翻译有出入。杨金龙也强调，当有机的心理正强的时阵，市场会有一个惊吓，而且若是非理性的能量放出来了，外汇市场的强势就会当平衡。天涨1块钱，你之所以没有出手，主要就是。 你会担心被列为汇率操纵国？没有说不动就不动，我没有，我们还要适度调节。只是说那时候的那时候的预期心理呢，非常的非理性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就盯得很紧。对，如果再不走的时候呢？然后呢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是去，我们昨天就开始，我们就去专案检查。对于日前一直以来，央行是强调，有敢若是脱影的现象，已经启动精检。 因若初八新台币兑换比金一开盘时阵是30.3，尾后就震动，第早盘上悬冲到30.26块，一直拢守伫咧30块以上，连续3天拢是波动8度慢慢下降的情形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